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初2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哲安。新闻头开先来看非洲地震疫情，这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昨含这电访来开会，有风声出来，讲农业部长陈俊贵已经规划伫咧上班，明年底就要禁止这用喷来饲猪，会个业者讨论了后，才过来定案。 为了持续守护台湾地，嘛要全面防止非洲地震，需要跨部会、跨县市共同合作。非洲地震中央灾害应变中心12月初1甲地方政府开会，讨论的议题之一，就是外界正关注的油喷饲猪敢要全面退场。新的市伫会后已经有具体回应，表示配合中央的政策，会对明年12月开始全面禁止用油喷来饲猪。3间油喷的饲猪场到时阵会全面改做是饲料来饲猪啊。 时间等于到今年10月，台中5车饲猪场发生非洲地震疫情，互饲猪业心惊惊。疫调的结果讲，油喷煮无透是上有可能的感染来源，互油喷饲猪的风险加做是讨论的焦点。针对退场的机制，农业部长陈俊贵顶个月就已经有个大方向。至于说厨余的这些料源的部分哦，大方向。 我想我们会先禁用家户的厨余，那未来可能会用正面表列的方式来处理。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整个大方向，我们都知道外界都在关心厨余所造成的风险，好，所以我们也在研议说什么样的落日的情况之下，能够让厨余养猪业者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过渡期。 根据中央社的报道，12月初1会后，农业部长陈俊贵进一步表示，规划方案之一就是全面禁止用油喷来饲猪，转型最后的期限是定伫2026年12月31。不过，还未定案，部分县市有其他的意见，还阁需要甲猪农来讨论。目前方案拢还未确认。公司新闻综合报道。 台湾的友邦沈文生亲中派新民主党的领袖傅莱德做新总理，咱外交部是强调讲，咱甲沈文生是建交已经44档啊，对于咱的邦交是绝对有信心的。因为进前甲咱断交的洪都拉斯当咧总统大选，目前的开票，挺台湾的2位反对党的候选人是领先的，两人拢过去拢表态过，当选了后要甲咱恢复邦交。 民众排队投票，进前甲台湾断交的洪都拉斯总统大选，伫当地时间30开始，目前完成4成算票了后，由美国总统川普力挺的在野国家党候选人阿斯夫拉领先，自由党的纳斯拉亚第二，这是控制3年甲台湾断交的现任总统卡斯楚，历史的执政党自由中间党候选人蒙卡达暂时第3。 选前，阿斯夫拉甲纳斯拉亚拢表态，若当选可能开放，或者是加强甲台湾的外交关系。即马2位亲台候选人拢暂时领先蒙卡达，外界关心台方关系可能更有转机。洪都拉斯的养虾业受到很大的冲击，我们再去证明那么中国用各种样的方式利诱的方式来建立邦交就是建立在一个不稳妥的基础上面，开展跟洪都拉斯的关系我们会再继续的努力。另外，加勒比海友邦沈文生、亲中派新民主党领袖傅莱德接任新总统，24年来第一摆政党轮替。新民主党把主张甲台湾断交、甲中国建交，引起外界烦恼。台城邦期恐惊有变化，外交部强调，甲沈文生有44年的邦交，有信心稳住两国的关系。大使已经跟他们的这个后任总理Friday， 还有他的这个国会议员致贺，然后也还能双方继续合作的这个关系。那会担心断交？那么我们当然会密切的关注这样的一个状况，应该是还是有信心。除了对台城关系有信心，外交部处长吴志忠初伫广播节目顶悬佫强调，台湾甲10个友邦邦谊稳定，甲交情未断交，也在努力增加邦交国。记者综合报道。 总统赖清德提出一条2500亿国防特别预算，规划台湾之盾。风声讲，这国防部当咧甲 AIT 来讨论军售买武器的详细。专家嘛表示讲，要有能力甲人买，有才调甲去做，这整合系统才是关键。
爱国者2型防空飞弹，回过天顶短几秒就击到目标。向美国买的爱国者飞弹是台湾防空主力之一。总统赖清德提出1.25条国防特别预算，甲台湾一顿构想了后，传出国防部当日甲 AIT 研议头一批9项对美军购内容，包括第4套基于美军现役整合战斗指挥系统 ICBS 的爱3飞弹。具体的案项啊等等，在美方还没有知会国会之前，我们就不对外再公开的说明。凡是有助于这样子的一个整体防空目标的一个能力的达成，都是我们未来这个筹构的一个潜在项目。国军目前有9个爱国者飞弹连部署伫北中南，若顺利买到第4套爱3飞弹，有希望可增飞10至12个连，而且可能连东部拢会当部署。另外，因为台湾防空长期有各造甲美式防空飞弹系统无法度整合到共同指挥平台情况，即摆传出也将性能提升9个爱国者联战机制案列其中。我们或许飞弹很多，飞弹很密集，但是在这个管理方面跟指挥上面没有去办法做到统合的效果，能够去突破自制跟国外购进口以及高空、中空、低空的空域整合。若顺利整合，除了有希望避免飞弹系统中核锁定或者过度投资，专家就府评也分析，会当更加落实打造台湾集团的关键分战防御。强攻当然在未来一定是担任所谓的高层的防空任务，天宫的这个3型，或者是爱国者以所谓的增程型来执行这个导弹的拦截。就府评认为，多产热这帮会当更加有效打击来犯的战机飞弹，是台湾保强防空系统重要一环。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各地是侪云好天，早时甲暗时温度会差较济。北部、东部、中南部山区可能会落雨，咱来看温度。今早起，本岛白地上低温伫咧新竹的关西，干那14度半，各地低温大约是18至21度，日时的高温会来到25至30度。另外，伫咧桃园以北、宜兰、花东、中南部山区，拢有可能会落雨。下暗搁一波东北季风会到位，天气就搁要变冷啊。继续来看春水塘，这台中的公益店有员工是无细力，甲这保温水罐内底清洁剂当作是滚水摕去泡茶，结果去害到3个人客身体无爽快送病院。政府嘛下令停止营业，来依照食安法移送法办。铁门柜的救落来，顶面大公告写着当咧进行内部整修甲教育训练。以真珠年地出名的连锁餐饮店春水堂，在1月30日发生食安事件，一名台中公益店员工误将底有清洁液的保温罐当作烧滚水，替消费者回冲，造成3个人客啉完了后出现身体无爽快。公益门市紧急停业2日，其他的民众听到消息拢感觉震撼。当然很夸张，这个老店了这种的。SOP 应该要做得很好才对，我觉得这是不能发生，就是没有做好品管，然后没有做好就是他们的摆放东西的那个位置。台中市食安处协部随派员稽查，发现清洁剂是一种加速漂白粉，包装顶面注意事项有明确写清洁使用袂当食，下令公益店即日起停业。佮以违反食安法将业者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依法会当处1年至7年有期徒刑，佮当再扣1000万以下罚金。目前3位民众均已返家休养无碍，本案已经依食安法移送地检署侦办中，后续将持续加强稽查与辅导。毒理专家表示，加速漂白粉主要成分是碳酸氢钠，本身无毒性，也毋过由于会使身体出现拍物仔胃胀气、冰白，那啉的量伤济会造成喙内甲脑刺激。喝进去的这个剂量如果过高的话，那当然也可能会造成口腔的刺激，那也会造成咽喉的一些刺激，造成会想吐、恶心的这个症状。春水堂指透过问题表示，迄日有陪同人客就医，会支付相关医疗费用。作业措施是教职2礼拜成人，会加强内部教育训练。台中市食安处强调，春水堂后手爱负责合格，才会当复业。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继续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看自由时报。海南石块修正草案立法院是全部初审通过，未来若只要破坏咱的海底电缆，这犯罪工具甲船只等等的设备，拢总会使没收。再来是中国时报，
全国主要水库有20座，去年所半数这细水草甲水势有氧化，影响净水效果，是将近20年来上界严重的。最后是联合报，淡北道路施工顶礼拜拜四甲自来水管误破，害这超过10万户来停水，到今日才完全恢复送水。民众是质疑讲，这水公司甲市府拢有处理的疏失。因为这自来水库误破去，这淡水有超过62000户，顶礼拜拜四甲拜五，拢是到今拢无水通用。这水公司表示讲，受到影响的用户是靠4天的水钱甲基本费。这市长侯友宜是表示讲，后续会来检讨相关的责任。对，像这一桶这么多，其实也就一次性而已，冲一次水就没了。口气着，结果无奈，灶骹水泉头拍开，一滴水嘛无，如何碗都唔敢洗，边仔便所嘛是，敢来当用除湿机内底的水来冲马桶，看这几天的生活实在有苦无地讲。那一天收到通知的时候，其实我人还在上班，对，然后所以，但是其他住户已经开始去买水了，没有给我们一个比较确定的供水时间。假设说你要延到2天后才能供水，我们也会有一个心理准备。类似的状况哪一件？伫淡水新村街，即卖已经停第4天啊！你办公室外口设临时接水点，民众家厝内的地沟位啊，拢摕来滴水。我们说恢复80%，那看起来并没有啊，其实是不够的啊，所以我们带了这个储物箱来。在地里定反映水停伤久啊，这个停水为11月27日下晡2点就开始停，到30下晡5点才有水。水压问题嘛，造成水位住户到12月初1拢也无水通用。关渡大桥机车引道下方重机具进入现场，正在进行淡北道路的工程。不过回顾停水的原因，就是27日工程单位钻破底下的自来水主管，大概有80%以上都已经覆水了。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施工所造成的问题，我已经特别设立窗口，责任的追究以外，那赔偿的这个机制，我们在协调当中。新北市长侯友宜讲，厂商一定爱负责。记者采访报道。今日伫咧基隆八路抽水站的水污染，这水公司调查发现，哪就是基隆河受到污染，因为减免水钱来补偿。基隆市长谢国良嘛宣布讲，要罚这水公司50万。这经济部长邱明兴是讲，这水公司也是受害者，而且检方来查明。水车载自来水，和贵人的公立幼稚园加一寡公家机关使用，因为这几天贵人的自来水拢闻到汽油味，大水公司接到通报去调查，发现敢若是贵人河受污染，所以北岛抽水站无搁再抽水，改用新山水库的原水，启动净水停输，希望排除有怪味的自来水。不过，惊讲影响人的健康，贵人教育处协调大水派水车供水。我们各校今天都会这礼拜开始陆续进行水塔清洗，就是今天停水的部分，然后可以有水可以供应。那另外市府也会采购矿泉水，然后让园方小朋友这边可以先用矿泉水。市民的这个水塔该怎么样清洁干净，或是补偿的措施，或是最重要的安全的用水的问题，我想市政府一定有责任第一时间来保障市民的安全。水塔师傅这几天是真无情，自来水有怪味。爱先将水塔内面的水放空，结果水内面这几天空气是接袂煞。水的关系造成这个大家的水塔里面都有汽油味啊，所以一直都在清洗水塔。虽然大水有紧急应变措施，不过这几天民生用水受影响。贵人市长谢国良开紧急会议，认为大水已经违反饮用水管理条例。有发现水面油膜感测器为故障的状态。也就是说，水公司并没有足够的仪器去发现跟侦测它这一次的油污的污染。像这一次的污染物质的话，它其实在表面上几乎是看不到的。然后它如果是溶解在水中，那油膜侦测器是没有办法去侦测出来的。对谢国良讲，台水的油膜感测器故障，台水是提出反驳。经济部长讲，台水也是受害者。台水公司说老实话，它也是受害者之一啦。这核酸受到污染哈，恐怕还是要
请这个市政府跟检调赶快来查明。台水也启动补偿措施，包括水费减免3度，若是用户家己清水塔，搁再减免2度。若是请业者来水，台水将会平净撤销费用。对水污染的源头，支付除了采样送检，也交予检警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紧来看，西班牙巴塞隆纳嘛逼出非洲猪瘟疫情，怀疑是山边的野猪仔去食到污染的物件所引起的。地方嘛赶紧来封锁北边的科塞罗拉山区，公办不一，若这疫情若拖开，恐惊影响到西班牙一年数十亿欧元的猪肉产业。西班牙警方去封锁线，禁止民众入去科塞罗拉自然公园。大阵无人机甲警犬伫山区找找野猪仔活动的脚掠，因为官员怀疑有可能是野猪仔食到受到污染的食物，感染到非洲猪瘟，搁伫公园之间喂来喂去，唔才会扩大。公园住户互人要求甲狗仔绑好条，禁止挖进水源，看到野猪仔就要随通报。No podemos ir para allá y ahora la tengo que llevar atada porque ella se va al agua y bueno, y no podemos hacer deporte ahí, pero bueno, ya nos apañaremos. 这届封锁也互部分居民想起2020年新冠疫情封城的记忆。这支野猪仔数量早就已经失控，因为非洲猪瘟无疫苗，政府强化消毒站，无论巡山的警察也是军事单位的车辆，拢必须要消毒了后，才会当离开封锁的区域。El periodo de la pandemia me recuerda. De todas formas, esto es por dejadez. Porque antes estaba más controlado porque había cazadores y controlaban los jabalíes. 西班牙是欧盟上大的猪肉出口国，逐冬出口数十亿欧元的猪肉。专家指出，若阵疫情扩大到养殖场，毋但会大规模来杀猪仔，更较有可能互主要的人客，包括英国、甲中国、日本全面禁止进口。英国、甲中国目前已经针对受到影响的地区启动限制措施。La peste porcina afecta económicamente muchísimo al sector productivo de porcino. No afecta a humanos, es una enfermedad exclusivamente de los porcinos y genera unas pérdidas económicas tremendas y una letalidad abrumadora. 目前西班牙政府已经全面加强农场的监测甲隔离的措施，强调要别伫一般猪仔的身躯顶发生病例。不过，敢会当阻挡病毒，会是未来几礼拜以来全球猪肉市场关注的焦点。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刚果民主共和国宣布，因第16届伊波拉疫情已经连续42天，拢无阁出现病例啊，表示讲这疫情是已经会当算是收煞。另外，这古巴嘛证实讲，最近这几个月因为天狗热加屈公病咧探，已经有33人破病来死亡。工作人员一间一直咧消毒，街头巷尾的粪扫无人来收。古巴官方证实，这几个月以来炭疱蟒的疾病影响全国上无1/3的人口。De los 33 fallecidos por arbovirosis, 12 corresponden al diagnóstico de dengue y de ellos 7 son menores de 18 años y 21 corresponden a chikungunya y de ellos 14 son menores de 18 años. 天狗类甲屈公病已经伫古巴咧流行，对这个加勒比海岛国来讲，死亡病例甲疫情降袂落来，互人真烦恼。古巴的医疗体系因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强要崩盘，国内普遍欠食食、燃料甲药品。Llevo con el virus 1 mes y 21 días y lo que me preocupa es eso mismo que voy a virar para atrás. Porque no me veo mejoría, no veo mejoría y no, lo único que te manda es。古巴因为天狗类长期拢真困扰，无资金加上燃料欠缺，政府真歹实施全网仔水、清理路边粪扫、甲收漏水的管线等等的作业，疫情愈来愈严重。过去真罕见的屈公病，这几个月以来也拖甲真紧。刚果民主共和国12月初1宣布，国内第16届伊波拉病毒疫情正式结束。Scientifique et opérationnel qui atteste que la chaîne de transmission du virus a été rompue. 这届疫情是对9月初4开始为卡塞省逼出来，通报64个病例，45个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派112个专家去协助，送超过150吨的医疗物资甲设备，保护医疗人员甲当地社区。也头一届启用会当快速搭起来的对病患友善的临时传染病治疗中心、传染病治疗模组。伊波拉病毒是一种会引起严重致死的人类出血热，人甲人之间的相会，主要透过直接接触患者也是死者的血等等。公司新闻综合报道。热带气旋对透过一路扫去南亚国家斯里兰卡，灾情惨重。这斯里兰卡总统已经宣布全国是进入紧急状态，嘛表示讲这是有史以来上届严重的天然灾害。
为全台顶悬提玻璃龙铺板受灾民众将救援物资放伫铺板送进去，受迪特瓦气旋影响，南亚国家斯里兰卡引起大水甲山崩，造成罹难民众超过330人，也有将近400人失踪。斯里兰卡总统迪桑纳亚克表示，这是国家史上发生上大的自然灾害，宣布进入紧急状态。ఇతిహాసే విశాలతమ సహా අභියෝගාත්මක ස්වභාවික ව්‍යසනයට බව අප දන්නවා. ඒ වගේම අප දියත් කොට ඇත්තේ මෙරට ඉතිහාසයේ අභියෝගාත්මකම ගලවා ගැනීමේ මෙහෙයුම බවත් අප දන්නවා.斯里兰卡在海管理中心发出声明表示，统计将近100万人受影响，将近20万人被迫走找避难所。迪桑纳亚克表示，会向国际社会求助中建一个更加美好的国家。另外，印尼、泰国因为受热带风暴影响，也出现严重大水。印尼有超过440人死亡，超过400人失踪。其中，苏门答腊岛灾情惨重，有数千人受困，无食面、啉的水甲民生物资。当局表示，已经为雅加达调派2只军舰，运送救援物资到孤立地区。泰国至少170人死亡，救援的消防车也因为水淹过半个车身悬，未顶未当。救援人员用船仔伫宋卡府的合爱市找找生存的民众，救援离开。将从斯里兰卡的迪特瓦气旋已经开始向印度南部沿海地区刷叮当，当局派救援人员进驻到东南部泰米尔纳德邦甲安德拉邦的沿海地区防范洪灾。दितवा तूफान जो कि बे ऑफ बंगाल में से शुरू हुआ था, उसके प्रिकॉशनरी मेजर्स के तौर पे एनडीआरएफ 10th बटालियन एनडीआरएफ की एक टीम को नेल्लोर में स्टेशन किया गया है। इस टीम में कुल 30 रेस्क्यूअर्स हैं।热带风暴甲气旋引起的大水，至少3个国家超过900人罹难。斯里兰卡空军表示，巴基斯坦已经派救援团队来救灾，日本也承诺提供援助，安省会派出救援队伍，评估灾区的紧急需求。公司新闻陈世东报道。香港防护院的大楼火烧，151个人死亡，40人失踪，嘛是香港77年以来史上上界严重火灾。这香港政府已经逮捕14个相关人员，准备调查追究。大埔防护院大火灾后第6日，罹难者家属在警方的安排之下到现场录制，有法师主持仪式。这段桌顶放祭品甲遇难者相片，家属烧香鞠躬，定面哀伤。香港警方灾后遇难者辨认组监视科的人员，连接一直伫烧甲臭火大的火场进出，敲碎遗体甲相关的证据。有讲完整的调查报告可能还阁要3到4礼拜才能完成。咁直至到今日嘅下晝4點鐘咧。最新嘅遇難者數目咧係去到146名噶啦，咁而我哋都唔排除咧嗰個死亡嘅個案咧會上升嘅。今日 DVIU 嘅同事咧喺上址咧係揾到30具嘅遺體啦，包括咗咧就係有12具頭先我所講消防同事較早已經發現嘅，而另外咧DVIU 嘅同事咧亦都喺其他嘅單位咧揾到18具嘅遺體。一个3億3000萬港票的外壁整修工程，竟然加做香港77年來史上上慘重的火災。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在下晡的記者會宣布，警方在7棟大樓發現有7個平房樣本無達到造電標準。消防單位指出，火場迄時陣上高溫有500度，消防人員是用命來拍火。這37歲姓何消防員在搶救時陣不幸殉職，另外還有12人受傷。災後第一日就願防護院外圍的公園，為24到暗時讓民眾自發性去獻花哀悼。隊伍上長排到2公里。民政事務總署直到夜底18區設立點間的所在，讓市民去悼念。香港各界定家哀痛時陣，也出現檢討追究責任、自檢預防的講法。發生車記者自備暗時在車站門口睏翕到這名發獨立調查宣傳單的大學生，就是其中之一。我哋要政府承諾嘅係，佢唔係淨係解決咗一次意外就算，佢真係要去預防呢意外。想未到採訪結束無偌久，14歲關情峰就和港警國安處用涉嫌煽動的罪名抓起來。根據了解，伊是大埔防護院火災關注組發起人之一，目前還過香港反送中北計劃當日議員選舉參加政治工作。在下晡媒體翕到伊得到釋放，離開長沙灣警署為民。詳細內容，警方還未對外說明。公視新聞王慧文報道。今日國際上也有啥物大代誌？做伙來看世界。
英国宣布和美国达成药啊进口美国零关税协议，双方是至少签3年，也是目前唯一和美国有达成药品零关税国家。中国甲日本的关系紧张，罗西亚总统普京宣布向中国人开放多元的免签台区，要吸引中国人去到罗西亚来佚佗。美国甲委内瑞拉关系紧张，川普证实讲已经甲委内瑞拉总统讲过电话，有风声讲就是要建议因的总统马杜罗暂时来出国流亡，离去罗西亚。在也是推动无在籍投票专法，民进党团也提出草案，主张投票前一天也爱来放假，让民众会当登去投票。因最近这某民团是发动4项公投案，看起来就是针对拿甲被宪诉法甲选罢法的修法。朝野立委针对投票制度持续论战，在野立委提出无在籍投票的专法，民进党团以强化民主投票促进法草案来对战。其中规定，为了保障民众登去户籍地行使投票权，投票日甲前一天都应该放假，引起讨论。投票日放假跟投票日的前一日也为放假日，当然我们认为有助于人民去行使他的公民权。如果说民进党只是想要推出这个所谓的民主假来阻挡国人已经期待跟讨论已久的不在籍投票的话，那也其实是非常荒谬的事情，因为这两者其实是完全不冲突的。目前哪里被草案都已经依托交付委员会审查，所来会阁公防。另外一方面，这阵有民团发起4项公投案，上准哪被党团修法，包含诉求废止宪诉法的宪法法定法官人数，也甲废止选罢法罢免提议人联署爱护身份证影印本，也有假告知的刑责。二阶段人数拢要达到293228人。这4个案也是为公投电子联署系统视为上线了后，全台湾头一届采用电子联署的公投提案。必须使用实体的主言人并进行联署。请这个全程呢，读卡机都请你自己插入，然后输入身份证字号还有PIN码。如果大家有共同的目标，是可以共同努力，但是这一部分我们不排除说让民众来了解。在第一案的这一个公投，现在在进行了这个可能无法绑大选。民进党秘书长齐国勇嘛表示，无排除初二会甲民团会面，不过嘛指出，那4个案公投拢成案，依照那北党团主导通过的公投北大选这个手法来看，时间无法度配合明年9合1选举。那是民进党是不是原来提出公投案，党中央当谨慎考虑。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讲到财政部于今年7月底，针对越南进口的阿蒙头扣23.2%反倾销税，因为进口的甲本地一栋就差不到700块啊。业者是改对印尼甲日本这个国家来进口，所造成今年进口的量颠倒比去年更加多。国内进口的阿摩头嘅继续倾销争议个浮现，自从伫财政部今年7月对越南进口阿摩头扣23.2%的反倾销税，虽然越南进口阿摩头数量第3季比第2季减少40%，受要到进口商煞转向印尼进口嘅继续食料，搁向日本进口嘅继续的阿摩头。根据了解，进口甲本土阿摩头一档价差上悬大约700%，造成今年全台进口阿摩头甲食料甲去年同期比无减颠倒增加。大量的倾销抢占市占率，当然是对我们这个国内的产业发展是不利的。同时呢，也严重的影响国内水利业肩负的这个国家政策处理工业废弃物还有循环经济减碳的这个政策。为了维护国内阿摩头业者的贸易权益，阿摩头工会已经伫顶日正式向政府提出新的倾销调查申请，希望会当害护国内阿摩头业者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根据了解，阿摩头工会表示，印尼出口到台湾的莲花介绍，甲当地市场介绍比差距超过一半，比较日本出口莲花介绍，甲当地阿摩头介绍价差来到2/3，显现外销介绍偏低，唔拿进口阿摩头介绍倾销问题，一个拖白也要注意。其实水泥业要求的只不过是一个公平、高碳排的水泥进到台湾来，这个碳排是算在台湾身上的，不是算在他们生产者身上的。印尼生产的这个水泥呢，它的卖的价格跟越南也许一样的便宜，一样的是有倾销的嫌疑的话，我们业者就应该站出来，就是说要求制裁，维护我们本土业者的贸易权益。
专家表示，阿摩托工会有提出倾销调查申请，那经过调查定数，确定有倾销事实，就会当扣反倾销税。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全世界半导体材料大厂默克投资171台票，宣布伫咧高雄的科学园区打造因头一座大型的半导体材料科技园区，第一阶段已经完工啊！也希望会当和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来合作，加强台湾伫咧全球半导体的领导地位。请刷卡。整片插落去，算是高雄二厂启用，全球大厂默克英过5年投资170亿。伫高雄科学园区打造集团头一座大型半导体材料科技园区，是默克电子科技事业体到即马全球上大的单一投资。第一阶段厂区7月正式落成，经济部处长丁郎马德罗兰出席，肯定默克伫台湾的投资。我们有这么多的伙伴们在台湾，让台湾的半导体生态系非常的完整。那尤其是在补足我们材料以及很多 delivery 设备的这一块呢的不足，半导体的技术跟创新材料的需求呢，也是为一个关键的这个地位所在。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期待默克能够持续加码投资台湾。对台湾半导体产业正发展，占地15万平方公尺，以63座以上的 JetPark 主要生产下世代逻辑记忆体加 AI 晶片所需要的关键半导体材料，除了因应全球先进材料需求的快速提升，也为了强化供应链在地化，可控性加韧性需求。170亿的投资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就像刚刚有提到的，我们要根据客户的需求，我们跟客户紧密的合作，还有业界的伙伴们紧密的合作。我们希望能够依据需求来做分阶段的在地化生产。李俊良指出，台湾晶圆代工世界第一，风车嘛排名第一 ，IC 设计全球第2，不过晶弹材料相对不足。默克等积极制作晶弹材料提供者，也预测园区启用了后，会当大大提升自给率，进一步伫台湾的半导体生态扮演关键角色，嘛强化台湾伫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切入地位。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内地消息来看，松山机场国际线昨是跳电，启动发电机了后，加在敢若电楼梯无法度运转，阁有一寡所在是无电的。不过，这机房加通关的问题是也有法度来解决。大大行李准备去后期式的旅客，因为停电电扶梯未当向全部改行楼梯。松山机场国际线航厦伫下晡1点36分向跳电，旅客讲迄时阵一片黑暗，不过真紧报到柜台，电火就倒起来。突然间整个都暗下来，但是电脑还有其他不能断电的它还是继续作业。柜台是亮，那个 check in 的地方，就是走过来才看，好像有一点暗的感觉，然后。环球的店头也受影响，旅客伫黑暗当中买物件。松山机场表示，发生跳电了后，马上启动发电机，旅客报道甲通关无受影响。不过电扶梯无法度行，贵宾室甲部分候机空间照明受影响，航班无受影响。跳电原因，台电公司连接快线跳脱。是因为快线跳脱嘛？那松山机场的部分，它当下它有自己开启那个发电机啦，下午2点18分有复电。乌南机场、台北市中山区、中山国中附近下晡也部分所在停电，居民反映1点外的时阵向无电，也有人发现连网络也无法度使用。网络也没有，网络也都断讯了。电跟网络是同时间断，同时的。整排这一边整排连银行好像都停电，只是银行他们可能有备用电，那我们就这边大家全部都跑出来说怎么会这样？台电表示，是松山机场内部设备无正常引起快线跳脱事故，造成台北市松山机场中山区部分用户4698户停电。机场发电机第一时间启动，台电协助隔离各种区间了后，电已经全部拢来啊。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一个查甫人，去年到台中火车站1楼的公车转运中心来等车，伫咧柜台有一间煞无看到，就搭落去，跋加这骨子骨头断去。因讲这是漂线不够清，光线也无够，就提过台中市府要来甲各赔。这台中电法院嘛判市政府爱赔30万，不过到达1年半过去啊，这设备也是完全拢无改善。
穿白色顶冠衫的屈先生挂行李箱，2024年4月13到台中火车站1楼公车转运站中心驶过台单车，刷突然一个大坑设置伫车道上，其他的民众赶紧去关心，佮下手提起进站公车解道。屈先生受伤骨头折去，向台中市交通局请求国赔54万外。台中地院1审认定月台标线无清，照明不足，判赔30万，专案由会当上诉。被告未尽养护巡查的义务，致现场光线不足、标线褪色，其管理显然有欠缺，且与原告受伤有因果关系，应负国家赔偿的责任。实际登记现场，公车后车柜台甲车道有20公分的关系差，代志过1年半，柜台沿照黄色标线，有关铺设落差无清，是可为照明灯区这块部分，坐车民众也感觉真危险。要特别小心呐、你不注意，你就会摔了啦。现在的光线，白天跟晚上的一个反光，对，这样子觉得也是比较暗啊，没错。台中市交通局诉讼控辩，月台东西两边有自然公园，代志发生时伫下昼1点，伊就冲着。屈先生是无注意落差跋倒，台中地院勘验监视器甲现场状况，认定标线甲法规规范黄色18号色号，差距真大，会当讲甲车道会缩水共款，平均角度也无达到设计标准，台中市府爱负8成责任。受伤的人无注意头前路况，负2成责任。目前是复原的还好，但主要就是邱先生是计程车司机，那这件事情也影响到他的生计，这样子，所以我们感谢法院做出这个公正的判决。屈先生委任律师感谢法院公正的判决，认为主管机关对公共设施维护无好。台中市交通局表示，公车转运中心拢有例行性维护，月台照明才会受天气因素影响，未来会加强巡检，随时调整。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今仔日咧家己的报地是传出讲有狗仔咧虐囡仔的代志，加在这囡仔最后是无受伤的。这市府已经派人去了解嘛，发现讲这只虐人的狗仔是有人饲的，一来追究相关的责任。每当粪扫的囡仔听到狗仔咧吠的声音，回头就看到狗仔向伊撞过来，囡仔粪扫拼咧赶紧走，加在有大人出现，狗仔才改去约粪扫车，囡仔才无来发生代志。这狗就到过大，这你啊就粪就别远搞了，然后我较过。厝边仔咧讲，有当时若听着迄个垃圾车的车来，粪扫车来吼，来迄个阴间吼，伊就用会安尼走安撞。啊，拄阮孙啊，伫这边才惊。要看粪扫处理的时阵，才咧来虐，全惊着去撞你。这件代志发生伫布袋镇永安里的大寮，家己关家庭疾病防治所表示，接到民众的通报，有派人去现场了解状况，发现这只狗仔毋是流浪狗，是有人咧饲的，会来调查甲追究主人的责任。本案后续将函请该名事主依法提出意见陈述，因为该犬只出入公众场合没有7岁以上的人伴同，已经造成疏纵，最高将开罚1万5。民众表示，这附近常常有狗仔来虐车、虐囡仔，足惊倒一天会来发生代志。不管是流浪狗也是人饲的，这对当地已经是真严重的困扰，希望相关单位会当到协助处理。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影伫台东市区最近这浪动狗规定出来拍走，佮驾驶附近的流浪猫仔，害这当地民众是真惊吓。台东县动防所表示讲，已经加强巡逻，嘛提醒民众这油喷都要较无好势，唔通佮放伫咧门口口。暗时规群的狗仔出现伫台东市南王里社区，看到路边一只猫，7、8只狗就围起哩，竟然甲猫咬死。社区民众甲里长反映，真烦恼社区的时代，甲囡仔暗时出门会发生危险。我就来开车赶它，我赶它的时候，其实我也蛮害怕，我也是拿着棍子，但是呢，他们也是看着他不会怕你。都尽量叫老人家说吼，你们要出去散步干嘛说带拐杖。里长一户一户去问是谁的狗，不过里面拢讲厝邻的狗仔暗时有保护好，后来确认是浪动狗走来社区，才请动防所排子来掠，不过拢掠无。动防所敢判可能是社区人有去引因来食面。他们会往有食物的地方聚集。那我们这边有跟里长确认说，确实有一些住户会把一些食物放在门口。动防所表示，已经加强社区巡逻，不过也是爱呼吁民众唔通饲浪动狗，嘛爱保管好处理的喷水甲粪扫，避免成浪动狗入来社区。公视新闻台东报道。
面对超高龄社会，这居家照护员替咱来照顾厝内4大人，不过煞有人要来要求咱做无合理的代志。这卫福部嘛表示讲，家务协助是长照服务内面的基础项目之一，主要就是要来维持环境，不是要互你做使用人来替领导来拼本事，未来嘛会加强宣导。台湾是超高龄社会，对长照的需求愈来愈大。政府这几年也推出多元的长照服务，但是有居家照顾服务员讲，因到时大厝内去服务的时，常常互要求爱做长照以外的代志，亲像路便所、整理仓库，造成因家大困扰。例如说，他会有要求说，我们在洗澡间的时候，他的干湿分离的那个沟，他要我们擦，或者是说，另外的儿女的房间跟储备间，我们就没办法去帮你做到那一块。有长照机构表示，居家服务员的工作内容应该是协助被照顾者洗身躯基本的环境整理，陪因出门散步去予医生看家的，唔是斗相共拼出来煮规家伙仔饭菜。因希望政府会当来改善这个问题。阮希望讲政府会使把这个服务搁具体的呈现，甲民众搁较宣导，互因知影就是讲这个服务伊的范围是安怎，是2菜1汤，也是3菜1汤，服务的这个打扫的范围是要只能这一个空间，还是能够哪些空间？会造成这款状况，主要是因为政府长照2点控内底有一条家务协助。原本这个设计是要把厝内工课看作是生活福建的一部分，希望居家照顾服务员陪时大斗阵做，减慢时大健康恶化。但是出现争议了后，卫福部长照司表示会加强宣导，让民众使用政府社会福利的时有正确的认识。记者陈心东、谢桂林台北报道。政府最近有印一本台湾全民安全指引，要普发到每一个家庭。不过，民团指出讲，未来若是修正的时，若是一户一户来发物资，恐怕是无法度保证所有民众拢领会到。最近嘛有30多个民间团体讲爱针对老人、囡仔、妇女甲障碍者等等的特殊需求来设计民防政策。为着要提升全民的防卫意识，政府有印台湾全民安全指引，要普发到全国980多万户家庭，也有规划防空避难所甲汉光演习模拟设定作战。最近有民团收集30多个团体意见，发布政策建议书，指出政府目前防卫人性的政策规划欠缺多元族群的设计，希望政府看到妇女、老幼、多元性别和障碍者等等的无同需求。就所谓的防空避难所，它是因应紧急状况，然后要进去躲避的。那但是收容避难所，其实可能它例如说你的家已经回不去了。那例如说收容避难所，其实它可能就会需要一些无障碍设施。这个隐私跟安全，对于女性跟少数性别还有这个儿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毛民团指出，亲像有新的妇女，也是有幼囝的家庭，若是拄到物资无通进口的时，包括医疗用品、日常物资拢会欠，尤其幼婴、牛奶粉拢是进口的，在平常时都要先存起来。另外，妇产科医护伫咧战时恐惊是真恶找，民团呼吁政府就要盘点多元的资源人力，包括助产师、陪产人员等等。乌克兰的妇女其实是没有办法在医院生产的，那她可能必须在避难所去进行生产，因此我觉得相关的避难所也要有一些简易的生产的设备，好，例如说消毒设备、简易的例如说胎心监测啦等等之类的这些基础的基本的设备，可能都是要预先去预备好的。民团嘛表示，未来物资若是照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以家护为单位，互里长去发，安尼战时恐惊无通保障民众通摕到物资，也呼吁通比照新冠疫情摕证件领喙暗的做法。另外，民团嘛建议政府会当参考这份政策建议书，针对无工作群来规划安全指引和民防政策，来强化社会韧性。记者卢尚如、王进光台北报道。文化新闻界来看高雄第15届打狗红叶文学奖，今年参赛作品有1261件。这作者的年岁是对11岁到84岁拢有。比赛呢，这其中台语诗的作品是有史以来上界多。得到高雄奖的作者，因为人伫国外读册，是由爸爸代替来朗读作品。这练等的台语开口，嘛，互市长陈其迈真懊恼。我伫手部顶的城市中，惊毋知道。
这首《秋凉城》是今年打到红叶文学奖，摕到台语新诗高雄奖的作品。作者殷雷今年刚22岁，目前当咧一期做教化学生，由阿爸由主来代替朗读作品领奖。这首《秋凉城》是当初殷雷看到山顶有一老规定拄道光剑影，甲规个社会太较大康势力所写的作品。由主来讲，伊真感谢后生读高中的时主动讲要学台语，也可以做过甲母语找回来。台语唔单是文家，台语是生活。咱爱有才调，互台语思考过日，咱才会当透过台语来体做文学甲艺术。没有爸爸的支持是不可能有那么优美的一个作品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动。我第一次看爸爸念儿子的诗，念得那么好。传递台语开口以及推广文化想法，和当期卖是真学老。有评审委员讲，今年摕到华语新诗高雄奖的作品，用各种的时间意象来写兴达电厂的改建，每次是纪录片同款，和评审拢印象真深。公务员的角度，从鸟的角度去写。那并且以这个一连串的这个时间来作为意象的主轴。作为一个公务员也好，作为一个诗的创作者也好，把这样的文字留下来，告诉大家这件事情曾经这样发生，这就是我们一起生活的世界。打到红叶文学奖无限国籍、无限主题，今年第15年举办，那作品的件数已经增加到1261件。作者年纪上少年的11岁，上济岁已经84啊。市长陈其迈表示，伊真感谢大家愿意用文字，甲这个时代社会各种好甲歹，拢记录落来。记者郭亚如、顾兆勇、高雄场报道。那讲到即马中国甲日本的气氛紧张，日本歌手滨崎步、哈马萨基、阿优米11月29日咧上海要举办演唱会，煞不受到讲伫咧演出前一天，互中国来强制取消。不过伊同款选择咧无半观众的情形之下，照常来演出。这中国做法嘛引起外界批评。咱高雄市长陈其迈随着公开来表示，欢迎伊来高雄来开办演唱会。日本歌手哈马萨奇阿优米原定伫11月29要伫中国上海举行演唱会，10万张的门票早就卖了了啊！毋过煞伫咧演唱会前一天，互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被逼取消演唱会。后来，哈马萨奇阿优米完全无受影响，照常开演唱会。就算台卡一个人就无，伊也真专业、真骨力咧唱。对第一条唱甲安可，演唱会结束，哈马萨奇阿优米也伫咧社群发表伊的心声，讲家己虽然面对14000个空空的座位，毋过却感受到世界各地歌迷疼惜，这是一项难忘的演唱会。台湾网友随老话表达支持，讲台湾真欢迎伊来。相信台湾有很多滨崎步的粉丝，对，所以欢迎来台湾。我觉得中国的歌迷也应该会非常的期待，但是因为可能是一些政治因素，就没有办法，大家没有办法参与。我觉得这个就是三方皆输的一个状况。最近真侪韩团拢来到高雄开演唱会，规个社区是热闹滚滚。高雄市长陈其迈也真热情欢迎哈马萨奇阿优米来高雄开演唱会，伊也认为讲艺术无应该受到政治的干扰。我是个人超喜欢滨崎步的啦，演唱会艺术文化不应该受到政治的干预，能够让他们能够自由的表现。当然才会有更蓬勃的这个演唱会。面对中国的打压，哈马萨奇阿优米也无咧客气，后续也伫咧社群连续转发几十篇台湾的新闻。有网友看到也笑讲，即届中国真正是甲哈马萨奇阿优米气到啊，也互全世界看到中国无站无杂偌无礼。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2025年欧洲台湾文化年，台湾甲芬兰是头一个合作超大型的金属音乐节。现今呢，自芬兰大赛闪灵的主唱林昌泽现场来开唱，用金属乐高来做文化交流。我现在位于芬兰赫尔辛基，来自台湾、芬兰的知名金属乐团将在 Formosa Finland Fest 登台演出。经过无合体演出闪灵，包含伫芬兰做大赛主唱林昌泽，也甲当地有名的小提琴手弗林范斯卡，伫 FFF 音乐节共台表现展现金属乐高。We move on with different journeys, different paths, but somehow life
find his way to bring us back here in Finland again. I also played with Chthonic. We did a couple of tours before. I played in a band called Turisas. I know them from a long time ago. 同款为台湾来生活3度，用车皮的民谣琴声来讲台湾历史的记忆。那我们就是想要传达这些比较阴性的，包含台湾人的韧力、台湾的韧性，让芬兰看到金属乐有很多不同的面貌。会把歌剧机用满满大小金属形象引爆全场气氛，舞台设计用着台湾地景强调看板，呈现视听电源的跨文化象现。地主芬兰国民乐团卡普卡尼新生代 Lost Authority 展现北欧在地金属乐风，为要让当地记者感受大小精神，记者会也请台湾 DJ 暖场，也有入地之人所爱去做大小点心，要情和北欧朋友的会议。文化的穿透力呢，往往都会让参与的这些国外的朋友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想进而的再去探寻台湾更不一样的一个地方。透过文化和创意，让芬兰人感受台湾魅力和实力。新晋芬兰大赛安怎在音乐和外交相庭成分之下找到平衡，也成做外界关注的焦点。公司国际记者芬兰报道。下播报天气车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9度至25度，中部地区18度至29度，南部地区19度至30度，东部地区20度至27度。大岛地区17度至23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咱明仔同一时间再会。